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花莲光复乡灾区失踪的沙石场的头家娘亲像找到啊！早起花莲地东县政府新屋发出特例的感性，造成惊吓。国道1号5股路段透早有一台连接车甲一台游览车相撞，游览车28个乘客受伤，加载拢是轻伤。总统府早起宣布讲，今年搁再由总统府的主席林信义代表台湾出席 APEC 会议。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咯，花莲光复乡做大水，造成18人死亡，阁有6人失联。也毋过伫中道传出讲，其中有一个失踪的沙石场姓黄的头家娘，亲像已经找到啊。在距离正万超市场230米的地方，有寻获一具大体，然后他在车子里面，银色小客车里面，然后车牌是与正万的老板娘的车牌相符。花莲马太安溪溪水崩山湖溢出来，造成光复乡做大水，已经造成18人死亡，本地是阁有6人失踪。花莲县消防局嘛，阁继续在找找。今仔中昼伫福州街336巷的附近，去挖到沙石场姓黄头家娘的车，车内是有尸体哦，这有可能就是沙石场的头家娘，也毋过身份是阁需要确认。再来看今仔早起7点52分哦，伫花莲的吉安乡发生规模5.0的地震。县政府随着发布马太安溪附近的灾民，就爱赶紧疏散的减信，也毋过无偌久哦，又搁再度警报。花莲县消防局已经出面回示咧，讲因内部无了解发布的标准是失误，造成民众的惊吓，会来检讨改善哦。另外，地方嘛已经提交相关的撤离计划，也毋过中央认为这个需要修正，会过来整合原民部落的意见，卖甲观光客纳入撤离的规划。也毋过伫正式计划公布之前，若有状况，会先按照原本的计划，先去楼顶来避难。学校的警铃声一直响，抑阁一直放送，发现囡仔拢离开教室，学校要紧急疏散，因为发生地震。镜头摇摇摆摆，初八早起7点52，花莲吉安乡发生规模5.0的地震，花莲县政府发紧急警报，强调受地震影响，马太安溪顶楼的崩山湖有霸体破坏疑虑，要求公复护林万营的保全好，随疏散避难。看到那简讯还是会有点害怕，是不是那边又坍方还是怎么样子，会有冲刷下来？如果水再下来的话，可能又来一次了。撤离通知引起惊吓，严过发布偌久了，伊个紧急更新信息，解除警报。花莲县消防局回示咧，讲依照境外避难机制，就地公复护林万营，监测地震达到震度5、6以上，才发警报，是误会标准，误发警报。同仁误解为花莲县发生5弱地震就要发 CBS 及海啸警报。确实可能在交班提醒上的时候，没有精准不够精准，我们一定会检讨改进，造成大家困扰。非常抱歉。虽然是误发警报，不过就惊讲国发生严重的灾情，地方已经提交相关撤离计划。中央回应讲，要个做细部修改，包括整合原民部落意见，加外地游客也纳入撤离的范围。在正式公布之前，闹状况，先照原计划随着避难。每一家户都达到垂直撤离，先做垂直撤离。那其他有独居的老人或者平房式的这些老人，请军方、还有志工、还有消防人员请他们把它搬到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在灾区补助这方面，是不是有可能会当扩大？包括当地民众因为灾情生活受影响，也有亲像经销加相关单位，在大水发生之前就已经到灾区要车损的情形。贵连城认为有解套的方法。不过爱交予行政院再由慰问服务站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早起7点52分，到中昼11点33分哦，花莲拢发生规模5.0的地震，外界是正紧张马太安溪的崩山湖敢会有状况。林保署的花莲分署就随派无人机去勘查来比对影像，确定讲崩山湖是有一寡土山崩落来。也毋过哦，规模无介大，嘛好加在无啥受到地震的影响。摇来海去，
总甲连影像都看袂分明。马达安溪崩山湖的镜头，初8早起7点52分20秒，记录着规模5.0的地动，山摇地踹至少30秒，土粉硬硬飞。林保署法庭分数8点，派人用无人机观测，8点15完成。那空拍的结果湖体本身没有变化，那溢流口稳定溢流，那下游两侧的那个土基层有一些崩落在那个溪床上，但是那个是没有问题，就是会正常的让那个流水带出去。无侦测到新的崩塌，水嘛真正常。另外，水利署水尾水位站目前嘛无明显的变化。林保署整体评估崩山湖的状况无问题。中央前线协调所10点开记者会，总协调官桂连成一开始就请大家放心。湖面跟溢流的口都没有什么异状，都是正常的。那第二张图呢，就是有关于两侧的山壁也没有崩塌的现象。林保署讲，目前每一天监测崩山湖3届，早起6点，中到11点用无人机，下晡3点由上驻的队伍执行。早起这摆地动算是临时任务，因目前坝体甲土礁也无稳定，若是地动5六也是落大雨的时阵，搁爱监测，敢会形成新的崩山？目前也无这种状况，各算稳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花莲县建筑师工会针对光复乡严重受损的89户进行结构的检查来做鉴定。那民众对徛架安全有疑虑，麦当到服务中心去申请协助。入去厝内先检查牛条含接的死的所在，所来去天棚是毋是出现破损，也是重点。花莲光复重建第16天，部分的厝面临泡水惨重，国土处召集花莲县建筑师工会展开巡检。按照现在的状况，这边没有任何的裂缝，就只是一般年纪使用的痕迹而已。所以基本上，然后我们再看其他的，基本上都 OK。工会先带19位建筑师分8组，针对进行认定可能较严重损毁的89户，要第一天就巡检完，范围包含人行道、辅助街顶。我们会先依照那个中央之前所拟定的那个检核表，针对梁、柱、墙、地板。等等有关于结构性质比较重要的构件来进行检视。当有裂缝有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会稍微做记录。目前受损建筑可能出现3大情形，若是一般装修材损坏，会判定结构无受损；若是条壁破损，会看情形是不是补强。上严重是损伤结构，可能会建议拆掉。那是一定会的。如果到2楼去的话，可能是更危险。这一排都是平房。比较危楼啦，就因为那天水来真的淹很高。另外，民众若对家己的厝建筑安全有疑虑，赶快引起一站式服务中心申请建筑师鉴定。我们会请安全技师先优先去到原民部落的这个房屋去做安全鉴定，其他民众呢，因为离市区比较近，就到第3方那边去都登记申请。光复地区复原之路依然是正慢，专业技术的加入也希望应互民众多较安心，生活道道正常。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早起，立法院嘛邀请各部会针对灾区复原登记来做报告。环境部是表示讲，目前烂土甲粪扫已经清掉8万外栋路。另外，针对志工不幸过往的代志，要安怎来保护志工？卫生福利部是表示讲未来请志工先去网络登记，会来替志工保险。挖土机行的这个林老板事情发生呢，也过世，政府针对这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协助？花莲光复乡传出土土机志工不幸过往的问题，对此卫福部回应，为着要投入救灾的志工有较完善的保护，未来拢会统计人数，替志工投保。针对不幸过往的土土机头家，政府嘛会提供慰问金。依照这个给予这个死亡慰问金20万啊，因为那个基金它有它的使用规定，它一定是天然灾害致死啊，所以它没有办法去符合善款的运用。拜三，立法院维权委员会邀请卫福部、劳动部和环境部，针对灾后复原重建的问题进行专题报告。卫福部长也指出，目前已经募到超过10亿的捐款，拍算先用伫死亡、重伤的慰问金，刷落来会用伫家园的重建。一户有35万，
从你这边拿哦？就是10万是从那个内政部的那个特别预算啊，25万从这个基金赈灾基金。另外，环境部表示，目前灾区已经清出来超过8.5万吨的烂土加上粪扫，立委是关心清出来的土沙未来拍算安怎处理。混在一起，一定要有机器来再筛分的。那我们目前呢是预计这个，当然这个灾后可能要到10月底才会完全的告一段落。我们现在是争取立法院的预算，希望在追加预算的时候，明年开始来执行。针对灾区居民的失业问题，劳动部也指出，会提供失业者临时的工作机会，协助清理灾园，每点钟工资190块，每个月上悬28590块。除了会当开放家园，也会当提供灾区居民工作机会。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来看国道1号5股路段偷走一台连接车甲一台游览车相撞，游览车顶头28个乘客受伤，加载是拢是轻伤。到场后，现场28名乘客受伤，经救护车送往医院，无生命危险。经初步调查，51岁中性男子驾驶之营办连结车，疑似未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紧急刹停，与行驶外侧车道之营大客车发生碰撞，经酒测值，双方酒测值均为0。这个车祸嘛，造成国道上8大台车踏入3公里长哦，因为有28人受伤，是分别送到南口中街等3间病院去治疗。加载乘客是拢无性命危险，客运的司机哦头壳卡是拢受伤。即马车祸的原因哦，爱搁来厘清。再来看这里，台中市5环的火车头有一个查甫人哦，伊无要互验票，佮甲政务人员杀落去柜台，警方已经甲依照杀人未遂罪移送法办咯。代替1半钟来哦，发生7件旅客受到攻击，旅客去攻击员工的事件。有立委就呼吁讲，代替应该赶紧互员工来配闭路器来做记录。也毋过交通部长是表示讲，这爱代替员工有共识，才会来推动。查甫人雄雄出手，甲站务员规个人杀落去轨道内，对向一列车拄好经过，互人惊一条。10月拄着3个连假，代替是全力疏运，毋过员工的工课场所有安全的问题，若被立委指出讲，代替这半年来发生7件攻击事件，安全出问题。如果说对这些暴力的话，他提出告诉，我们全力支持，而且在法律的这个资源上啊，我们全力来支持他们。我还是希望我们郑董事长，保全一定要加强一下。洪明凯提案修正铁路法，针对旅客暴力攻击运输业员工，加重处罚，嘛公布检讨民航法甲大众捷运法。交通部表示支持，不过洪明凯讲，代替一直无配发闭路器。历史最近5管站攻击事件，无法度看到完整的现场状况。希望员工能够有配发公发的密录器，以及增加见警率等等的部分。到现在进度怎么样？同仁不支持的比较多，不支持，必须要同仁们大家愿意接受、愿意同意，那我们就会来配发这个东西。713年交通事故死亡2950人，比前一年减73人，降2.4%，是最近5年来上低。过路人死亡366人，是最近17年来上低。不过立委质疑，虽然死亡的人减少，不过受伤的人却增加。今年1至6月的交通事故相关的统计，事故的件数增加2.6%，受伤人数增加2.3%，高龄者事故受伤的人数增加7.4%。交通部长陈世凯强调讲，除了推进道安3线守护过路人的安全，考照的制度卖变严，增加鉴别度，继续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记者综合报道。他一开始去求母娘是想要问他情感的事情。受害者查某囝仔讲人好，家属讲伊妈妈去凤山一间宫庙，熟悉2位细孙的公主，自1809年开始，就用母娘的名义爱受害者提钱出来借姓吴的查某人，落尾煞变做投资房地产。不过受害者逐个月赚的钱付利息了后，阁互公主以添求休的名义爱关乎庙里，这部分就几600万。家属讲落尾姓吴的查某人无照时间汇钱，妈妈只好找亲戚朋友借来贴，最后等4个月就行绝路。因为妈妈是代书。他本来就觉得这个工作很奇怪了，但他就一直跟他说，母娘会帮你看着，母娘会帮你顾着这些钱，然后他说你要帮你的朋友赚钱，所以妈妈找的几乎都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如果妈妈今天是要害人，她不会找她自己的亲朋好友。
律师讲，姓孙的公主利用受害者对宗教的虔诚爱意借钱投资，受害者无够钱，就摕6间厝去设定，佮甲亲戚朋友借，前后拢总投入1亿6千万。现场佮有6个受牵连的受害者嘛出面。律师强调，将会对2个公主甲姓吴的查甫人提告，毋望卖佮有人受害。我们一定要全力追究孙丽娟、孙丽文以及吴佳慧的法律责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来找公主问一下，就是有关于那个。帮我不清楚。我知道，那能不能帮我们联系一下？那你留电话可以吗？针对家属的指控，咱实际来到公庙要找公主，不过人不伫咧，工作人员也表示不了解，无方便表示意见。家属强调，因为有听讲，也佫有甲妈妈共款遭拒的受害者，人数也无法度确定，伊毋望透过代志的公开，会当卖佫有人受害。记者郭家如副朝阳高雄场报道。台中警方查一台违规的车，这个驾驶煞停车，把门锁起来，伫车内底困。警察是烦恼讲，这个驾驶敢是身体无爽快，准备要拍破窗仔来救人，这个驾驶就开门落车咯。后来发现讲，是因为这个驾驶有啉酒，惊去互抓到。见一名男子驾车违规遂予拦查，男子竟在路边停车后熄火，反锁车门装睡，任员警拍打车窗，大声呼喊都不理。因担心男子安危，警消准备破窗救人。就在破窗前一刻，他突然清醒，自行下车，浓浓酒味立即露现。经施测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1项规定，对其处于新台币3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款，车辆移至保管，驾照吊扣1年至2年。警察是伫拍窗后，也毋过这个驾驶嘛是目睭客安安坐伫车顶。警察是真烦恼讲哦，这个驾驶敢会是意外昏迷，所以随通知伊救护人员到现场，要拍破窗仔来救人。这个驾驶就随精神哦，家己开门落车，也毋过伊的酒测钞票已经互依法送办咯。再来看台中有一个姓张的查甫人，站伫太平区的中山路，伊家己翕一段影片哦，伊的朋友在赛车，伊人徛伫下影挂镜头的跳舞。这段影片嘛传去网络顶头，警方是表示讲，这款行为哦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嘛会来处罚。一个姓张的查甫人徛伫咧轿车引领挂顶头跳舞，而且这台车又一直向前驶，随伫车底人拢甲头存在嘻嘻哈哈。有人该翕起来，放在网络顶。车祸完嘛，就像遇到事情也一样嘛，就是遇到事情就是不要心情不好还是怎样啊，就是要看开一点。一个姓张的查甫人出来讲，找这案伊赛车甲头前的车发生车祸，笔录做煞了，规翕就甲朋友伫太平区的中山路做联合电影院，想要冲人气。警方主动侦办，对赛车姓陈的查甫人，甲徛伫咧引领挂跳舞的姓张的查甫人，依照违反道交管理处罚条例，分别罚1,800加500块。分别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1项7款，最高可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下罚款。及同法第81条，在车辆行驶中攀登、跳车或攀附随行者，处新台币500元罚款。警方讲，若是发生伫咧市区人车较多的所在，也有可能涉及公共危险罪。传播学者讲，即马电影院正流行，少年人正喜欢挑战趣味的代志，翕一个影片来电，吸引大家注意。我发起挑战呢，就非常符合年轻人的这种表现欲、自我展演，然后因为它的门槛很低，就你用手机拍就好了，不太需要说还需要什么样子的文词的表达。学者讲，电影院伫社群媒体放送，互少年人的沟通变做片段，而且重险重严。建议使用3C 产品要适当适量，也要用教育加适当的约束来减少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海巡署的中华查缉队哦，查到一个54岁姓周的查甫人，伊改做清机，佮伫伊的厝内抄到海洛因等毒品，嘛已经甲人移送地检署侦办。检警拍开柜仔，详细敲揣，就连拖仔嘛规个摕出来检查。海巡署前防分署中华查缉队掌握证据，有一位54岁姓周的查甫人会随身炸枪。海巡专案小组会同检察官发动搜索，果然敲出改造的枪机。起火了。来看，你这边吹着，加深内底吹着哦。对啥？
海巡署中华查缉队表示，这位嫌犯有毒品加枪炮的前科，而且行踪无固定，真神秘。专案小组监视1个月，掌握相关的犯罪事证。即便伫嫌犯睡厝的所在，计共超出5支的改造枪机、147粒枪支、枪机的零组件等等，嘛发现有海洛因加安非他命这类毒品。本队侦查期间，发现周显居无定所，行踪诡秘，且经常随身携带枪械活动，对于社会治安威胁甚巨。于检察官指挥下发动搜索，终将周显缉捕到案。现场起获大批枪毒。中华查缉队表示，嫌犯甲改造的手枪藏伫橱仔、柜仔内底，搁放地鼓、文枪笔做暗坎，最后嘛是互查缉人员全部抄出来。专案也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以违反枪炮管制条例甲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依法提起公诉。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来看宜兰有一个警察，这个月初5中秋连假的时，骑警用的奥多摆，伫191县道甲美公路的路口，险啊去互一台蛇头的游览车弄到。警方是表示讲，这台游览车是违规蛇头，上济是罚款1,800块。中秋连假期间，宜兰一个女警骑机车要执行高雄在管制勤务，经过公路边仔车队191县道时阵，为回转道出来游览车向旁出现，差点就弄到女警骑机车。民众看到了后，将行车记录器画面铺网络，讲差点发生死亡事故。经查该回转道明确设有停车再开标志，并会设停止线，车辆驾驶人欲回转时，应先停车观察。停让191线道车辆优先直行。警方表示，这回转道设有停车过塞的标志，也为停止线，赛车人应先停车观察，停向191县道车先直行。因为安全时阵才过塞，游览车驾驶涉嫌违反道交条例，应罚900以上1,800以下，会通知游览车驾驶到案说明。191县道伫公路下边车流量大，规条县道要回转道发乱经过回转道，暗晡附近的人讲，这回转道无号志，常常发生车祸，已经向公部门反映真侪摆，爱增加号志。这个路口我们已经反映跟警察、县警局都反映过了。自己说，请他们说弄个红绿灯还是什么？警方表示，回转道无算路口别设车阳灯，当地已经停车过塞的号志，也是呼吁驾驶人经过回转道的时阵，应该爱按照标志标线来驶。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府早起宣布讲，今年搁再由总统府的主席林信义代表台湾出席2025年的亚太经济合作经济领袖会议 （APEC）。今年的 APEC 10月31到11月7日会伫韩国庆州来举行。总统府的发言人桂雅辉表示讲，总统决定讲要过来拜托总统府的主席林信义代表参加经济领袖会议。林信义是捌伫2005年甲2024年代表出席，所以是上适当的人选。来看中共伫咱国双十国庆前派出愈侪军机甲军舰来台海附近，昨嘛展开联合战备的警巡。中共敢会甲去年同款伫国庆过后对台发动军演？国防部长郭立雄是表示讲，咱的国军拢会监控。另外，针对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助理部长提名人约翰卢是表示讲，伊支持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咱台湾的国防预算应该达到占 GDP 的10%。郭立雄是强调讲，咱的国防支出会个继续增加哦，嘛会达到咱总统赖清德承诺的5%。特别双十节，中共去年伫咱双十节了后对台发动军演，今年搁伫个进前加大扰台力头。国防部车将强军伫台海进行联合战备警巡，设备发布查到强机16只，强舰7只继续扰台。而中共顶一摆对台军演是今年4月，海峡规停2025A。即马过半年，中共是毋是搁对台湾出手？国军已经提高警觉。我们会严密的来监控相关的预警征候，来做一个详细的判断。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一直在持续进行当中。国军后续部队实力，明年度国防预算甲军情特别预算会买武器装备，由于关心台美军售引擎，郭立雄证实，包含 F-16V 在内3段军购有延迟交会。AGM-154C
F-16呢，预计还是我们期望在明年年底以前能够交易。好了，那另外还有个 Mark 48的鱼雷，这个大概就回去了。我下一个题了，大概都在这个跟你们讲，你们也交易或者提前交易。另外，总统赖清德宣示，国防部宣布标自03年要占 GDP 5%。不过，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助理部长提名人约翰鲁表示，台湾面临生存威胁，国军需要进行重大动员改革，也支持美国总统川普提出，台湾国防预算应该提升到占 GDP 10%。That Taiwan should spend upwards to 10% of its GDP on defense. I strongly support that. 核心的国防的支出我们明年应该会超过3%，当然我们会逐步增加，那来实现最后我们总统所承诺的5%。郭立雄强调，国防改革在进行当中，包含去中心化机关进步式指挥、实战化训练、后备制度改革，国军会继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国防安全研究院甲陆委会今仔举办2025年台北安全对话，邀请正小听咱台湾的澳洲前总理莫里森，还有川普的支持者美国保守联盟的主席施拉普来发表专题演讲。莫里森是强调讲维持台海和平的重要，伊嘛认为讲台湾除了爱争取盟友的支持，嘛爱来展现自我防卫决心，甲无对称的战力。2025台北安全对话主角将下合作以系列维持印太和平，邀请立场挺台的澳洲前总理莫里森发表专题演讲，伊阁表示维持台海和平的重要性，阁较讲，若中国控制台湾，毋若南海航道会达至中共势力，飞弹甲海南安全拢会受到威胁。Failure by the US and its allies to prevent or reverse the seizure of Taiwan leads regional states to accept PRC primacy and even hegemony in the region. The 2027 readiness deadline issued by President Xi to the PLA is real. To hasten our own plans and preparations to further and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 our collective deterrent, including the resilience of Taiwan itself. 莫里森提到，习近平已经明确要求共军在2027年前具备攻台能力。台湾除了争取盟友支持，加强共同合作，也爱展现自我防卫决心，甲无对称战力。身为川普坚定支持者的美国保守联盟主席施拉普也应邀与会，强调川普重视美国自身利益，也无疏忽台美关系。We want to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fine countries. We have a security partnership that should not be diminished, that President Trump understands that he's an ally in that fight. Paraguay se para firme al lado de su amigo, al lado de su aliado, Taiwán. 同时，总统也强调接待友邦巴拉圭总机长拉多雷，传领史上上大规模跨党派庆贺团来台参加双十节。拉多雷表示，台北拢面临来自中国严重的攻势，也毋过两国深厚的友谊绝对袂互任何人破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搁在新闻来看，美国表示讲，因当个考虑要提供政府飞弹予乌克兰，也毋过美国总统川普是强调讲，这得爱看乌克兰是拍算要安怎来使用这个飞弹。路透社顶外国媒体是根据川普政府官员甲欧洲专家的讲法，指出讲目前美军本身就正欠缺这个武器，要搁再提供乌克兰飞弹的几率应该是无悬。美军正式编号 BGM-109的战步巡弋飞弹，是美军对外动武定使用的武器。目前以水平战舰甲江南作为主要发射平台，以及无共型号战步飞弹的上大射程为不足500公里到2500公里不等。最近包括泽连斯基等乌克兰政府高层几啊摆呼吁，除了爱国者防空系统，也当提供射程达到2500公里的战步飞弹予乌军，用来打击俄罗斯境内包括能源设施，甚至大都市等目标。顶日美国透露考虑提供政府飞弹的信息，引起有关各方无共欢迎。美国总统川普找到伫白宫面对记者对问，只讲已经大概有所决定，也毋过也留落未少风想的空间。I think I want to find out what they're doing with them. Yes. You know, where are they sending them? I guess I'd have to ask that question. That war should never have started, would have never started. Such bad judgment was used there. I think on both sides, by the way. 因为乌克兰一旦有设定达到2500公里的打击能力，一定会威胁罗西亚首都莫斯科的安全。所以，罗国除了一再提出警告，也强调爱等美国有更较清楚的表态。
Поэтому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ерьезный виток эскалации. Мы так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нужно дождаться, наверное, более четких заявлений, если они последуют. 属于欧洲独立智库、欧洲地缘政治论坛为陆军退役的军事分析家史夫科夫指出，乌克兰无会当发射战步飞弹的军舰，美国研发的陆地发射台也只有2座，分别位于日本甲德国，所以乌军技术上无法度运用战步飞弹。路透社的报道也提到，以美军伫中东战场的真大消耗量，当年产量只有数十粒的战步飞弹，家己拢无够用，支援乌克兰可能性并无悬。另外，乌克兰最近定以无人机越界空袭，轰炸罗西亚炼油厂等能源设施。罗西亚总统普廷初次访问圣彼得堡会见军事将领的时强调，乌克兰着急要向西方面国展示攻击陆方的能力，不过实际上对整体战局并无帮助。陆军有关继续慢慢向前推进。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再来看德国，即今年57岁，才当当选市长的艾瑞斯昨伫厝门口被暗杀，目前是有性命危险。另外，伫南美洲厄瓜多总统诺波亚的车队，暂时被民众包围牵石头啊，阁有人开枪哦，加在是无人受伤，警方嘛已经抓到5个嫌犯。德国新当选的女市长被刺杀的现场已经有封锁线。57岁艾瑞斯是逃者。9月28才以社民党候选人身份当选德国西北部小镇赫尔德克的市长，因讲吹切互人抬几落刀，受重伤有性命危险送病院。Die Frau ist aktuell lebensgefährlich verletzt und deswegen mit einem Rettungshubschrauber in ein Krankenhaus geflogen worden und wird dort intensivmedizinisch betreut. 是逃者本来11月初日要就职，初日过道伫因兜附近，互人举刀抬伤，为一个脚趾边互人插13刀。德国当局已经针对这件案件发布重大警戒令，进行大规模追猎行动。德国总理梅尔茨谴责这项攻击是无体的行为。另外，南美洲厄瓜多总统诺波亚初日本来坐车飞去卡尼亚尔省，宣布基础建设计划。因过伊的车队伫当地互500多人包围，对车弹就逃。尾啊，警方伫咧车顶发现枪支孔，表示真有可能受到枪击。好在在伊本人无受伤。第二发生了抓到5个嫌犯，以恐怖主义罪名起诉。Hay 5 personas que han sido aprehendidas por parte de la policía y esas personas serán juzgadas, o mejor dicho, serán iniciadas por flagrancia por el delito de terrorismo. 这毋是诺波亚第一遍受攻击，伫9月时阵也发生过。厄瓜多的政治动荡，最近诺波亚政府宣布未取消对柴油的补贴，减少公共支出，引起民众不满加全国的抗争。这项政策也互原本就无安定的社会情势更加恶化。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过来消息来看，中选会包括主委李进勇在内委员任期是到今年的11月初3哦。行政院依法应该爱伫8月提名新的委员，也毋过哦，说到今阁还未提名。行政院之前是表示讲，会伫立法院开议，甲中选会人事动议款案送立法院审议。李进勇今仔嘛讲，伊家己嘛真烦恼，因为明年底地方就要选举咯，伊望讲有人愿意来承担责任。眼前就要到2026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立法院新会期，伫内政委员会邀请中选会进行报告，也包括主委李进勇在内。那名中选会委员任期直到今年11月初3，照理讲，行政院依规定爱伫8月完成提名，到当还未看到名单，那样立委烦恼会安尼影响选务。主委，你不会担心吗？现在10名已经有6名已经快要到期了。我们是很担心，因为这个选务不能够中断，一些这个应办事项的期程的规划，都必须要在明年的年初就必须做预为规划了。李进勇也呼吁，希望有可能的竞选爱勇敢承担。也毋过2026还未到，国民党立委罗志强等人登伫花秀贤，要推动总统选举绝对多数的2轮决选制，以解决少数总统的执政困境，更加希望2028总统大选会当实施。宪法增修条文第2条第1项有明文的规定，我们是采取的1轮相对多数制。宪法只有讲是最多数的人为当选，对吧？那当
超过50%的门槛，对不对？它也是最多数吧？相对多数，它也是最多数，他们都没有违反宪法的规定，所以它其实是没有抵触的问题。好，没关系，这是法律见解。你把它定为门槛，就会有抵触。在民众党利益党团方面，这个会期是建议推动公投法的修法，要将公投法大选。杨国立进勇也表示，为了避免佫发生2018年的选务乱象，偏向维持选举公投脱钩的制度。杨国立会袂个点一期，将投票率降低，才是伤害民主。投不投票，这是公民的自由啊。那一个公投案能不能够吸引选民愿意站出来表示他的意见？你要看选民对于这个公投的议题，他是否感到必要。把人民都是傻的，什么混乱，怎么样去排序，怎么解决问题？你把所有都是说丢给说人民。双方异地政治，连南洋立委柯富金也发下中选会尊重民意。不过李进勇强调，以全国选务人员的立场，实在无愿意个受一般选务灾难。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有调查指出，咱国内15岁到18岁青少年有超过4成，逐工拢会使用 TikTok， 所以有立委佮学者就呼吁政府应该赶紧甲 TikTok 立管。手机顶悬 TikTok 的短影音，啥物内容拢有，也有真侪少年人喜欢。根据2025年台湾民主实验室的调查，国内15到18岁青少年，有42.3%逐工拢会看 TikTok。有清新科医师指出，网络和社群平台一直都有网络霸凌、性私密的影像散布的危机，会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呼吁政府应该修法，限制社群平台推播的内容。在25岁以下的这个世代，大家都是受这个网络或者是社群平台还有演算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像我们近几年发现说，像这个有私密影像的这个外流其实跟自我伤害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社群平台演算法推播的可能会有自杀、自伤、自虐等危害儿少身心灵的一些内容，我们并没有纳管除了要求我们的网络主管机关要有拟定课责的机制的条文以外，也要让平台业者去落实内容审查的机制。国际调查组织集合立委甲学者，希望政府将 TikTok 纳入法律的管制。针对 TikTok 带来危机，国家传讯传播委员会指出，目前虽然无法律的机制，但是有针对 TikTok 违法的内容有依度的措施。IWIN 呢，持续透过一些立式框架，不论是不是 TikTok APP， 或者是其他的社群媒体软体，都能够在这个框架以内，然后能够尽速获得处理。NCC 嘛强调，针对网络和儿童身心健康的问题，因会继续推动跨部会合作，未来嘛继续针对内容加强审查，维护青少年的网络安全。记者桂宗林、贾桂林台北报道。中央联名特别颁发现金1万块，昨新德县议会都议员提案，要搁加发予县民一个人34000块。也毋过新德县长就出面驳回讲，目前新德县是搁有81亿的负债，所以无可能搁发现金。新德县议会临时会拜二有议员提案，要发予民众一人34000块的现金。听到有这么侪钱通领，有的民众看好，某人烦恼甲地方财政拖倒。我觉得很好啊，因为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多这个3万4，我觉得就是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要再思考一下吧。怎么说？因为要看财政的关系，财政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的，不是喊个口号就可以了。用还税于民的方式，将经济成果一起给民众分享的这种方式呢，普发现金给全部的县民17.9亿加上185亿，再除以我们全部县民的人口总数，也就会是34000元哦。新德县长杨文科是批评，这是欠思考的提案，因为目前新德县的人口一直在成长，各学校、交通建设等等重大工程要做，伊认为针对这项提案，现阶段是无可能的代志。这是非常荒谬的，也非常离谱，是一个私利不周的一个提案。经过我们府内的财主单位的研究之后，我们新竹县的人口是逐年在增加，我们在5大高中的方案、台一线替代道路都在持续的推动之中，所以相关的这些经费都已经有规划跟用途，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行的一个方案。目前新德县议会是通过这项议员提案，未来再经过议会审议，到底敢正经会发这条钱，也未有结论。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
台南遮出名的观光区兴隆街，有民众讲附近有公车的车牌，也毋过煞无公车通坐。交通局是解释讲，因为台南观光商站的巴士是有提供包车的服务，真侪游客拢会伫兴隆街来上车落车，所以才会伫遮来设一个公车的车牌啊。 平日假日时啊，台南的观光景点人拢真多，尤其伫咧市区搁较窄。其中台南市议员反映，兴隆街外面明明就公车站牌，煞是彩好看的，并无任何公车会伫遮停。咱今仔是伫咧台南的真有名的观光景点的这个兴隆街的后壁，确实讲有踩一个这个公车站牌。不过若伫遮等车咧，恐惊等着毋是车，等着的是小木。要不开半档一档嘛有啊？嘿。 拢无啊吼，拢无咧开啊。有，但是他等不到车来。对啊，因为最近嘛，拢有人来遮等啊，等袂着车就对啊。经过了解，兴隆街上近的公车站牌行行的爱500公尺，现此时这个站牌顶悬并无任何的公车资讯，下个踩伫咧遮，主要因为遮个留有本家的公车番，台南的商站观光巴士会伫遮挖站。需要透过公车让这个交通量可以减少，那也鼓励大家一起来搭乘。 那这边呢，它的位置绝对是符合法定的一个标准，长度也好，宽度也好，也是足够让公车可以停靠站的。且该处设有公车弯，便于双层巴士停靠，故目前双巴报称民众人多在此站上下车。那另外，针对年底即将开航的冲绳与熊本航线，本局已经针对周边公车服务进行盘点。事实上，对外地游客来讲，要来兴隆街这个景点，交通选择真多，有人讲公车有也无，影响无遮大。那个看起来是，比方说有5分钟到站，然后8分钟到站或15分钟，可是它都没有。 我就会觉得说那个站应该是已经撤掉，因为公车其实蛮难等的，我觉得啦。第二地台南机场就有新开的日本线的班机，机场有公车，议员希望兴隆街公车会当开放，机场相关的公共交通要好好规划，通服务游客。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 台北市大湖甲玉泉公园的外包游泳池，业者向宣布讲，无搁要继续经营咯。市政府是强调讲已经有要求业者要爱清楚来公告退费的相关资讯。这个月13要开始停止营运，按算11月会搁重新来开放。目前是体育局家己先来经营，明年才会搁来招商。 伫游泳池内面有真侪人伫咧游水，也有人伫咧做 SPA。不过，这个大公园的公有外包游泳池，所因为业者个人的原因，宣布无预警停业，而且包括玉泉公园的公有游泳池，两个游泳池自13开始停止营业。昨天就突然就讲了，是挺惊讶的，要不然这边环境还算不错。 蛮可惜的啦。我住附近啊，这边比较近啊。听到说要停，礼拜1就开始要停了。业者伫咧现场已经公告退费的资讯，有些专人处理退费申请，不过现场的人无接受访问。记者打电话给业者，电话也无人接。台北市政府除了体育局介入处理，劳动局也关心员工的权益，会同法务局、劳动局有进行 履约管理的咨询，确保这2个场馆的劳工及消费者的权益。我们决定提前终止泳池的契约。后续如果有发生劳资争议，或是有未给付工资等相关情事，劳动局均将主动介入调查处理。因为最近除了全境有家无预警停业，即马又有外包的游泳池业者同款无预警停业。经销商家讲，电钱起一个人事成本愈来愈悬，拢是经营困难的原因。 业者的经营上还有人事的一些相关的管理，它的成本都是增加的。所以当今天如果没有足够的消费者来做支持的时候呢，那其实这样的场馆的营运呢，它是费用会导致业者它的营运成本是跟着提升。体育局强调，业者停止营运了，第11季开始重新开放，由体育局家己营运，明年会个重新招商，找新的经营团队接。记者综合报道。 厝里有会叫家属的民众就要注意，若家属桶使用超过1档拢无换，业者是当来向消费者收使用费200块，所以提醒消费者若用要超过1档咯，就要赶紧换。 台东液化石油气企业公司统计，台东县大约有挖2000户的加速桶，放伫厝内超过1年也未换，有300多户超过300日也未换桶。最近到六小卡电话提醒消费者赶紧换，若无超过1年会加收200块的加速桶使用费。不过真侪消费者拢毋知有这项规定。
如果超过1年的话，这边会跟您收一个200块钱的使用费。没有接受到相关的讯息，是因为安全的缘故，应该是蛮合理的啦。但还是想要知道是为什么这样。业者表示，其实107年内政部就伫家用液化石油气将其定型化契约，应记载甲袂当记载事项都有规定。消费者买液化石油气使用共一个用期超过1年，加税业者会当向消费者收用期使用费上悬无超过200块，超过2年收使用费上悬无超过400块。主要是希望消费者注意加速用气安全，若放伫厝内加速烫超过使用年限会有危险。第一个是安全性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长期使用。所以如果我们长期使用再加放超支1年，会有200元的费用。那如果超过2年以上的话，会有400元的费用。业者也说明，加速桶内若果还有残留的加速，退hạn也是换新加速桶，也会依照比例退钱给消费者。提起使用加速桶的消费者要注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奖是颁予3个伫美国在研究量子科技的科学家。这3个人分别是来自英国、法国甲美国的学者。评审团是认为，因3个人的研究呈现量子世界各种的可能，和未来的量子科技是充满想象。其中，美国的马丁尼斯嘛是咱中研院量子计划顾问。今年诺贝尔物理奖公布，得主是3位研究粒子力学的科学家。英国一个克拉克，法国一个德沃雷，也个美国的马丁尼斯。For the discovery of microscopic quantum mechanical tunneling and energy quantization in an electric circuit。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张理云讲，这3位得主在40年前就捌伫咧同一个研究团队。迄当阵克拉克是教授，德沃雷是博士后研究员，马丁尼斯是研究生。无想到讲3个人会做伙摕到诺贝尔奖，克拉克讲这是人生上大的惊喜。I was sitting there just feeling completely stunned. It had never occurred to me in my entire life that anything like this would ever happen. 特别的是，马丁尼斯甲台湾有淡薄仔渊源。中研院院长廖俊智讲，马丁尼斯2019年第一遍展示量子电脑的运算能力，已经超越迄当阵上强大的传统电脑，是量子资讯科学重要的里程碑。趁一遍出彩的机会，邀请伊担任中研院量子计划的顾问。That would not otherwise be possible to work out. You wouldn't be able to. I think you wouldn't have an iPhone today. 颁奖典礼12届会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今年奖金的总额1100万瑞典克朗，换算代表差不多3574万，因3个人平分。过来，伫台湾时间初8下昼要公布化学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国内流感疫情长的滚假，伊该是呼吁民众会当同齐去注流感疫苗甲新冠疫苗。医师嘛强调讲，唔免烦恼讲同齐注会有副作用。根据疾管署的公布，今年的流感提早流行已经连续9个礼拜，看医生的人数拢咧增加。顶礼拜因为流感去互医生看的人超过15万人次，重症增加57例，死亡增加16例。除了流感，新冠病毒同款真流行，为着预防流感和新冠病毒炭烧，卫福部甲医生拢呼吁民众爱赶紧去注射，尤其是高风险族群甲老大人。根据相关的研究也显示，今年采购的一个疫苗株，不管是流感的一个疫苗株，或是新冠的疫苗株呢，对于我们目前流行的一个流感的一个病毒株，或是新冠的一个病毒株呢，都能够产生非常有效的一个保护力。除了流感疫苗，也有新冠疫苗。为着鼓励时代量早去注射，台湾家庭医学会呼吁民众2支手骨一边做一筒。有医学教授表示，即摆的疫苗造成副作用的几率增加，会当同齐注，唔免伤过烦恼，也唔通因为轻症就大意。流感跟新冠的轻症虽然看起来没有问题，不过我们都知道，我们对它的了解并不十分的掌握住，所以呢，现在非常多的长新冠或者是流感长期之后造成身体的一个破坏，其实从我们的健保资料库里头，还有国人长期的追踪里头，都可以发现它可能会增加各式各样的死亡率或者是并发症。
公费疫苗10月初2开始注，根据疾管署的统计，这一礼拜时间，目前流感疫苗注射的人数超过106万人，新冠疫苗也有29万人，两个的注射人数拢创下历史新高。虽然民众的防疫意识有咧提悬，不过疾管署也呼吁65岁以上的时代、高风险族群，拢爱去注射，保护家己也保护别人。记者陈心彤、曾俊佑台北报道。桃园市立病院要起伫八底厝的小李，有民意代表是真烦恼，讲病院起好会影响到附近的交通，恐惊会愈塞车。桃园市政府是表示讲，已经有规划城中快线，卖来开新的另外道路来消透交通。桃园市六都废弃无市立病院的合市，政府规划伫北地小李公园设市立病院。顶礼拜已经得到卫福部原则同意。在地居民大部分乐观其成，不过机关烦恼，病院成立了后，大量来看病，真车进入，恐惊冲击当地交通。这边大医院比较少，都诊所比较多啊。那以后会担心塞车吗？不会啦，所以以后要改市县道了啦。方便啊，你其他地方要跑到中立、那桃园那边去很远的，这边比较近的，对老百姓、老人呢很好。卫生局表示，选择北地设市立病院，主要是遮无大型的病院。小李公园伫南北桃园交界，因服务周边中立平镇、大溪、龙潭、复兴等真济行政区，包含150万的市民。佮话未来接分绿线至29站，交通方便。院区的出入口也纳入了交通的影响评估，同时也并规划了公车、计程车及复康巴士的停靠站。此外，也规划由绿线 G29 站的地下室直接通到医院。连外道路的规划，城中快速道路路廊会行经大园到大溪等区域，然后串联国1、国2、国3、台66等高快速道路。目前桃园市立病院规划一般急性病床499床，特殊病床250床，提供24小时急诊服务，打造特色医学中心，附有甲高龄照护，也结合医用合批甲智慧照护等照机构，按算2033年完工营运。针对交通疏分，也规划新开城中快速道路连外等配套，减少车流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政府出版一本红姨甲因的产地，内底记录44个原住民红姨的故事哦，要互民众来了解红姨伫部落的介绍甲功能。有立委嘛望讲，争取原住民的红姨会当有国家级的文字身份。透过歌声引带大家进入原住民的部落，刷落来红姨开始进行祈福仪式。屏东县府原民处伫今年4月展出屏东红姨文化的特点，记录44名红姨的生命故事。县府即马阁将展览内容出版成专册。其实布林安的语言不是只有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语言，其实我们还有跟灵界的语言，所以在于学习跟传承的部分非常非常困难，而且每一个布林安的故事都不一样，因为每一个部落的文化本来就不一样。那我也希望透过这个书籍，可以让更多人去认识我们。这本红姨甲因的产地册，写着44位原住民红姨的故事，内容保存着展览图文和课程记录，而且现场阁有甲展览中母母的祝福，做成44张牌仔，互原住民祖先的智慧会当传承予后一辈族人。现场足侪红姨推广者拢表示感谢县府重视，希望这本册互更较侪人认捌原住民红姨文化。这是一个不容易展示出来的区块，因为在灵媒的这个区块是很保守的，很难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把它推出来做这一次的展场。县长周春美讲，感谢参加展览的红姨，愿意把生命故事分享给社会大众。透过册和文字记录，红姨文化就有机会走入国际和全世界分享。原住民立委伍丽华嘛表示，希望争取红姨国家层级的民主身份，有认证的制度，会使互文化搁传承落去。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下播报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大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